刑事局和北检这个单位有抓到一桩运送毒品案，有乌队背景姓寇的一个主嫌对荷兰运送3级毒品开他命入来咱台湾，佮甲毒品透水装伫外面的保养品的罐仔内底，想要来闪过追查。目前警方已经抓到5个人，移送法办。航空包裹放伫刹车顶，会当看到内底有干仔装物，拆箱了后，原硬甲一罐仔一罐化妆水放伫涂骹，一罐仔一罐清点。起419.6。规道出名品牌化妆水，刑事局去年4月接到关务署通报，有2件为荷兰来的可疑包裹，内底全部是化妆水。检验了后，煞发现是真罕见的液态 K 他命，随顺线追查，掠到有乌道背景姓寇的主嫌。主嫌为黑帮帮害分子，许姓男子，遂规划部署职务，并将许嫌查缉到案后，循线得知，该集团另有安排于112年7月中旬，将再次运输一批。根据了解，主嫌先提供假的资料地址予境外毒源，安排为荷兰出货，再搁将 K 他命转做液态，加做化妆水，分几落届寄来国内指定社区。主嫌再搁委托唔知影的一般送货员去提货，送去指定的地址来先追查。运来台湾之后的话，要经过高温煮沸、蒸发之后，才能取得这个本状的 K 他命毒品。警方分做2届，拢总查到140罐液态的 K 他命，市价差不多400至500万。涉案的5人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，姓寇的主嫌目前已经裁定收押禁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